厝边隔壁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继续由喜乐跟咱服务，咱伫广播节目中间伫节目中喜乐要继续来分享主耶稣来教训咱的这个祈祷文，也就是咱一般的基督徒拢知影的主祷文哈。主耶稣教咱祈祷伫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所以恁祈祷爱安尼讲：咱在伫天灵的爸，愿人都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灵，亲像行伫天灵。阮日用的饮食，今仔日赐予阮，免了阮的罪，若亲像阮免了人的罪。无互阮拄着试探，救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拢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伫这个第二句要讲到，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咱会晓尊重伫天顶的爸，咱嘛要来明白咱的爸到底有啥物真正确定、真正一个证据，互咱来体会，就是耶稣这个名。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伫新约圣经内底有安尼记载，讲天下人间无赐落别个名，互咱会通得来倚靠来得救。人的名不过是一个记号。有的人号这个囡仔的名真正凊彩，有人号阿斗有的人叫阿狗有的人叫天色天样有人叫做蒙饲蒙药或者讲囡仔生真济尤其是查某囡仔迄阵过去的这个世代，查某囡仔生足济时都少滴讲望来继续要生查甫的无就讲端就到这就好毋好搁再生查某的所以咱甲看起来名不过是一个记号。有的人要纪念伊的老母，就将伊的囡仔甲号名叫做念祖；有的人要纪念一件代志，也是一个风景，甚至有的人将囡仔的名号甲安尼如诗如画当然咱看迄个琼瑶的小说这个人的名拢特别安尼想过特别安尼真用心去想伊名迄个意义啦所以名对咱来讲真正是一个记号名嘛对咱一世人，当然咱即卖的法律或者讲互咱会当一世人改几个名，还是讲咱的名感觉本雅的还是讲安那查甫安那查某的咱会通安尼去改名，这拢无要紧，总是咱将规尾拢有一个名名对咱来讲真重要。咱要申请一个证件，还是讲咱要申请一支电话号码，咱拢需要咱的名，包括咱的名中间拢有这个身份证的号码，迄就是讲有的人真正共名这人有共名的所以就爱身份证的这个号码，讲起来嘛是拢是一个记号呢。所以安尼甲想起来，这个记号就搁较要紧。耶稣这个名讲伫天下人间无人会通得比啦，无人会通甲耶稣这个名比。耶稣这个名是啥物意思呢？耶稣两字就咧讲到神甲咱同在，也就是基督徒拢知影以马内利。耶稣这个名，也就是讲要将伊的百姓对黑暗中间来拯救出来这名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人这名拢有真好的意思伫内面，但是单单耶稣这个名互咱倚靠得救。圣经内底嘛有咧记载，主耶稣伊降生的时阵是被旧约的先知以赛亚甲预言，讲将来有一个童女就是讲未出嫁的查某囡仔要来怀孕生囝，讲爱甲号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甲咱同在意思。这里以赛亚书第7章14节，以赛亚书9章第6节佫讲，有一个红婴要为咱出世，有一个囝要赐予咱，政权得较担伫伊的肩胛，伊的名要称作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爸、和平的君，伊的政权甲平安得较加天无穷。阿们。所以这圣经真清楚甲咱讲，耶稣伊要降生的700年前，就互旧约的先知来甲预言，这是足不可思议的。当然，神才有这种的能力。所以伫路加福音的头前，马太福音第1章拢清楚有记载，伫主耶稣伊降生的这个过程，尤其约翰福音讲，耶稣伊降生，毋是出地人的意思，嘛毋是用血气生，就是讲毋是男女
来结婚生落来，乃在乎神的权柄能力所以来选到这个玛利亚，也就是耶稣基督伊肉身的这个老母同理玛利亚，伊还未出嫁所以圣灵伫伊的腹肚内面来怀孕，互伊感觉嘛真正着惊，互伊感觉真正无法度接受，甚至已经甲人定亲就是主耶稣的咱称作伊的养父这个约瑟。当耶稣肉身的爸母知影这个代志的时阵，尤其伊的养父这个约瑟，伊唔敢要搁甲这个玛利亚来结婚，想讲要暗暗甲离言叫伊倒转去。但是伫这个异签异梦中间，神透过天使就来甲约瑟讲，你尽管来带过你的这个家后，总是袂使甲伊同房。甚至天使嘛来甲玛利亚甲显甲讲蒙大恩的女子。所以当你玛利亚伊还未出嫁，伊讲我哪会通有这个代志，也就是未婚怀孕要生囝，总是这是出自神的旨意，要来证实700-800年前先知所讲的预言。当然这嘛透过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就安尼来降生。所以伫这个过程，咱会感觉这是真正奥妙，因为生命真正奥妙，不是人会通去甲用咱有限的这个智慧，用咱有限的这个聪明去甲明白的。所以耶稣这个名，谁那才尊贵，谁那这样伟大，谁那带着权柄，乃在乎，因为有神的气力，因为就是神本身，伊要来降生，要来透过查某囡仔无出嫁，甲生落来。所以耶稣甲咱无同款，伊毋是人的意思生，毋是血气生，所以伊无罪，伊无带着这个罪来到世间，才会通伫将来互钉伫十字架顶，为着咱全人类的罪来流出这个圣洁的宝血，赦罪的宝血，才互咱会通仰望十字架来成做救恩。所以耶稣伊降生嘛是有记号的啦耶稣这个记号就是拯救的记号。但是圣经内面安尼甲咱讲耶稣降生伊真正有来，所以咱普世真侪人咧庆祝这个圣诞节。其实对于圣经来看，也是咱真耶稣教会主张，耶稣有降生，但是毋是12月25，所以咱无过这个圣诞节，咱嘛无主张有这个圣诞节。总是咱要来明白讲，耶稣伊真正就有降生，为着要拯救世间人，所以伊成做红婴降生的耶稣，伊成做婴孩红婴红婴就是上界软弱的，这是一个记号真神的伟大，成做咱天顶的爸，咱每一个人共同的天爸。但是安怎爱互来成做人的样式生落来？因为为咱就是为着咱为着咱全人类要来看到咱人的迄种软弱的本性。所以神耶稣基督伊为着听咱世间人，伊嘛为咱来成做一个软弱的记号，所以伊互成做红婴互伊的这个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甲生落来。生落来时阵伫客栈内底，伊是包着布的包着布，这个布有这个零碎不堪的这种原文的意思所以安尼看起来真善巧毋是讲伫王宫贵族。所以耶稣基督先伊选择这个方式来降生，伊就讲要为咱全人类来成做贫穷。所以这种的爱真正互咱会通伫来深深来感动，深深对心内来发出感谢。甚至伊为咱人类成做贫穷，搁出世的所在是伫这个伯利恒的马槽，因为当时那就要户口普查安尼，所以耶稣降生的时阵，拄到迄个户口普查伊肉身的爸母就是约瑟甲玛利亚拄好咱来到伯利恒的所在因为是伫外地，所以因赶紧就找一个客栈一个旅馆要来过暝。玛利亚嘛拄伫迄个时阵，人讲拄顺月要来求因要来生囝。所以耶稣出世的所在，毋是伫伊的什么碰床，也是真好的一个环境。耶稣出世的所在是伫马槽，所以安尼真清楚，互咱知影是在上卑微的耶稣降生的方式，伊是神，伊会当来互家己用着做好的呢，做美丽，也是讲做温暖的环境来降世。但耶稣是伊却无安尼做，伊为咱来成做软弱，
伊为咱全人类来成做贫穷，伊为咱全人类来成做卑微，所以伫伊短短30年人生岁月，才会通得为咱来定立是价值。才30岁尔，讲伊无家庭利用，互看亲像50岁同款，这就是耶稣。所以这圣经耶稣甲咱教训讲，咱祈祷的时阵爱尊念咱在天顶的爸，而且爱尊神的名做圣，就是尊耶稣这个名做圣，是分别的，是堪得咱来敬重的，是堪得咱来追求敬拜。所以当咱祈祷讲咱在天顶的爸的时阵，咱就要来尊重天父的圣名，因为这个名毋若为咱成做软弱，毋若为咱来成做贫穷散赤，毋若成做为咱来成做卑微，互人看无，总是这个名，互咱会通来活靠得救。所以咱伫彩色人生的单元中间，希望要继续甲咱介绍，透过兄弟姊妹真耶稣教会，这兄弟姊妹的见证，就是要互咱知影，耶稣这个名真正堪得咱尊为圣，真正咱来活靠，真正来甲祈祷，来呼喊阿爸爸，天父真神的爱伫这甲咱显明。所以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就是愿所有的人拢会通尊重耶稣这个名。伊是咱伫天顶的爸，伊是要拯救咱，互咱出黑暗，互咱入奇妙光明。迄个光明是奇妙的，因为内底有救恩，互咱出黑暗，毋免看到迄个可怕的事，毋免拄到迄个可怕的代志，将来灵魂毋免灭亡。这个救恩对咱来讲，更较直接，更较实在，更较贴切。听众朋友啊，希望用这段这个圣经来听做咱生命美牛，伫生命的牛这个单元中间，咱拢来思想耶稣教训咱的这个祈祷文。你轻轻甲播，若像咧播安尼米香共款，愈播愈回味愈回味愈播你会感觉愈香愈思想你会感觉心肝就愈刚强。愈想起来，你会愈感谢，那亲像喜乐即卖心情共款。所以当阮祈祷的时阵，若念这个祈祷文，真正咱有无共款的体会，有无共款的迄种心境，这个快乐，嘛这个平安，因为耶稣就伫咱的身边，耶稣就要来拯救咱，耶稣这个名，互咱拢尊做圣。感谢咱收听，阿们。